来继续来看2025摇滚台中户外音乐节国庆连假，要伫个文心森林公园来举办，有超过50组的乐团接力来演出，要打造上界澎湃的音乐的宴会。 已经进入第18年的摇滚台中，今年结合国庆的气氛，连续3天要甲台中打造做上界 rock 的城市。那么从去年开始呢，我们跟日本富基 rock 呢来进行破天荒的合作，所以呢，在摇滚台中就设立了富基 rock 专属的 Rookie Coco 舞台。所以在这一次，我们在国际上邀请了包括呢韩国、日本。 泰国以及香港国际的各国的乐团超过50组。去年是头一届甲日本的 Fuji Rock 做合作，反应是真好，深化甲国际音乐的交流，结合在地音乐的力量，打造亚洲特有的舞台。摇滚台中是一直以来都是以国际性为主，那解封之后也开始迈向完全的国际化。那国内里面也很多是金曲奖、金鹰奖的入围的或是得奖的乐团，那势必是每一年大家一定要参与的一个摇滚盛事。欢迎大家人国庆来台中享受热烈的 rock 气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